台铁229车厝新自强号发生败变意外，即马这有台铁的内部人员都亚康讲，伫咧发生事故进前19分钟，就有吸到水泵线，甲铁机路砍起来画面，这监控人员煞拢无通报。台铁表示，这事故的地点无泵线警示系统，敢若有耗水量的感测尔。目前检方正咧侦办，看敢有人员的疏失。溪水涨起来，清水溃水位淹过台铁六桥，这是台铁229次新自强号发生汽车排练事故进前，现场监视影像。有台铁内部人员透讲，伫下晡4点30分开始出现这款情况，前后超过19分钟，拢无人通报互列车长，最后造成列车弄到土石流，质疑台铁有疏失。发生土石流到出了事故，总共足足有接近20分钟的时间，监控系统的观看人员，他是专职人员。那这20分钟到底人在哪里？这汽车排练事故是天灾也是人祸，立委要求交通部调查台铁过境系统，检查调整监控能力，也有相关的过境设备，也要对着各界质疑台铁回应，过去案发的所在唔捌有路桥记录，所以讲无设置这个路桥过境系统。告警系统它会如果有状况，它是会提供告警，那会跳出画面来的。在这次这个是辅助系统的监视系统。我们这个画面是辅助我们看水情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大清水溪的水流状况。那我们的雨情系统，气象署有设置一个雨情系统，也没有达到预警值，所以说就是按照现行的 SOP 是不需要去调阅。虽然讲事发的所在无过境系统，不过来到台铁花莲监务段监控室也有护警系统，因观测水位变化，因看到迄天的溪仔水拢已经甲铁机路淹过啊。台铁就是讲，这项系统并不是固定长时间显示伫监控台，因为迄天的落雨量无达到有警单，所以讲无调看画面来监控。我们还是会依照台铁公司相关的作业程序，以了解该人员有没有应该尽到的这个确认以及监控的责任，然后并且厘清他是否因此疏失而造成相关的意外伤亡。台铁有系统用严密来监控，监视器也早就已经翕到啊。即摆却是无法度第一时间发挥功效，导致宽窄出问题。将检方也分案来侦办，调查是不是有人为的疏失，必要时会追究刑事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